我都已經忘記，但我依家仲記得。喺一個晚黑，我嘅媽咪問我今日做咩唔開心。我話喺我想象中有一對滑板鞋，與眾不同，最時尚，跳舞肯定叻。整個城市揾遍所有嘅街都冇喎。佢話將來會揾到㗎，時間會俾我答案。星期日我再次尋找，依然冇發現。一個月後，我去咗第二個城市，呢度嘅人叫佢為魅力之都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夜幕就要降臨，我諗我必須要離開。當我正要走嘅時候，見到一家專賣店，就係我想要嘅滑板鞋。我嘅滑板鞋時尚時尚最時尚，回家嘅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喺